将，激流有情，自文字，富有直技手，哇，王子，灵狐，书景呀，你有书籍呀，书景呀，你有书籍呀。第6章，自我现在回呀，一单书一表演。在路行，人不堪其忧，回呀不改其乐，现在回呀。11两九话，回不业主之德，略不着呀，主话略不着呀，中得离会，今入会12章。不为诸下话，不为君主如，不为小人如。13章，自由为不行在，主话路的行言，你好话，有甘台的名价，天不由境，非公司异常，就演一些呀。14章，主话名之犯不法，分离定，将日本出奇嘛，哇，非甘好呀。马不进呀，15章，主话不有积德之人，你有上条之理，然后便有经之世应。16章，主话水灵出不由河，河不由斯得呀。17章，主话即性文则呀，文性质则数，文之彬彬，然后君主。18章，主话人之性也低，梦之性也行里变。19章，主话礼之家不如何之家，何之家不如作之家。20章，主话中人以上可以互相呀，中人以下不可以互相呀。21章，反敌问题，主话无民之义，敬归行的完事，可为第一。论人话人家先难的和谐，可为仁义。22章，主话地家熬水，人家熬山，地家东，人家正，地家落，人家修。第23章，主话这一边只有果，那一边只有得。24章，主话果不果，果在，高我本话，人家随个之话，敬于人言，其讲之呀，主话可为其点呀，君主可谁呀？不可含呀，可欺呀，不可帮呀。15章，主话君主托下无门，若是以类，也可以复判一壶。16章，主见男子出路不业，夫子4之万，无所休假，天言之。17章，主话中庸之为德呀，知之以后，人生救义。28章，主讲话，只有托事无名，一灵最强，何足可为人好？主话何处无人，必也成好，标准自有定数。古人家既有别你的人，既有大你的人，并见出皮，可为人之方也矣。